前 TVB 小花陳思恩2021年下嫁圈外男友陳義正之後，榮升少奶奶，逐漸淡出幕前享受生活。舊年情人節，佢透過社交平台分享咗 BB 嘅超聲波相，宣布懷孕成功嘅喜訊。同年7月，佢就生咗仔仔，升呢做人母。前日陳思恩就喺社交平台度晒出影片慶祝情人節，仲寫話：上年我的情人還在肚子，今年我要啜爆我個小情人。片入邊一家三口齊齊着住藍色色系嘅服裝，兩公婆一左一右圍住仔仔，仲瘋狂向仔仔送上充滿愛意嘅親吻，而中間被獻吻嘅仔仔就維持呆萌可愛嘅表情，令一眾網民大讚得意，仲話一家人十分幸福美滿。Hello， 東網嘅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黃敏奕。馬年咧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開開心心，最緊要咧每一日都一團和氣，笑口常開，恭喜恭喜！咁對我嚟講咧，新年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，去同自己嘅家人啦、朋友啦聚首一堂，然之後 share 啲好喜慶嘅感覺。即係相信吸引力法則咧，就係呢個新年咧，大家記住年初一千祈唔好發脾氣啦，唔好講啲唔好嘅嘢啦，然之後一定要不斷講好嘅説話，不斷講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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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之後咧就吸引晒啲好嘅 energy 翻嚟啦，恭喜恭喜！